啊，其實幾有趣嘅喎。咁其實我好細個咧，其實我係拉小提琴嘅。咁咧拉下之後咧，咁就其實當年有考過香港音樂學院嘅，即係未有演藝之前嘅，應該就係 Art Centre 嗰度考嘅。咁啊考啦，考唔到小提琴太勁啦，嗰陣時嗰啲人咁啊太勁，咁啊丟淡咗一段日子，咁就冇。跟住之後咧，其實喺後期咧，我已經好中意啲樂理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其實咧，你睇下今次錄音我都係錄音，即係唔肯錄影咧就係。其實我真係幾怕出鏡啊！即係呢個，即係我好怕對住鏡頭咧，唔知點咁啊！咁所以其實我久而久之咧，我知道我唔係好適合即係做現場嘅音樂，即係做現場嘅音樂，例如拉小提琴嗰啲。因為而家我冇手汗嘅，但係我拉小提琴咧，我出手汗嘅。咁我覺得好奇怪。咁久而久之，原來我真係係咯。如果你今日俾個 cam 我咧，可能我講得冇咁爽啊，明唔明啊？咁所以即係原來我唔係好適合前台，咁我就知啦。咁所以我知道做啲音樂上嘅後邊嘅嘢啦，咁當然第一件事諗嘅就係作曲或者編曲咯，係嘛？咁所以我最直接嘅諗法就係作曲。咁其實我中學後半年我已經學咗好多嗰啲樂理啊嗰啲嘢，有跟嗰啲老師另外私下學咯，係啦。咁但係譬如講翻，咦？如果係你再做或者以前讀書嘅時候，有冇即係接觸過戲劇啊嗰啲？即係頭先你都係講，哦，你都係玩音樂嘅，玩樂器嘅啫。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接觸戲劇嘅嗰個經歷又係點樣咧？其實當年都係睇香港話劇團啊，中英啊咁有嘅，但係有啲 exactly 嘅名我就唔係好記得。我記得威尼斯商人好似係棒哥嘅。係啦，嗰啲即係嗰類咁嘅大型製作咯，真正細嘅就真係少嚇，應該冇添嚇。主要大啊，中英好似都有睇過一啲，係啦。主要大團細團其實係冇啊，音樂就多，跳舞都反而有，因為舞團啊點，但係你話真正嘅戲劇應該冇乜。咁即係話你真係叫做去接觸或者去即係近距離接觸，咁就可能真係去到沙磚上嘅時候。係啊，其實係真正做 theatre 嘅，做 theatre 咧，其實應該88年啦，就係做咗第一個城市劇場嘅流沙謠言嘅舞劇作曲嚇。其實諗翻嗰時都幾好笑嘅，因為嗰陣時又做咗成90分鐘㗎嚇。咁係咯，全作曲喎，我都覺得好詫異。即係而家嚟講，唔知點解嗰陣時咁貧乏嘅資源咧，又可以搞到咁大劈嘢咁樣嚇。咁燒油好啲，即係 CDC 嗰陣時會好啲啦，資源會多啲，咁同埋時間會長啲嚇。咁但係之前係冇掂過 theatre，咁純粹係佢揾我嘅，即係跳舞落嚟揾我啦。喂，拉我上 theatre，喂 theatre 我好啦，咁我仲喺間作曲房度好開心咁喺度做緊自己嘅嘢嚇。即係就算喺演藝學院都冇嘅。冇，絕對冇添。而家我知道仲有啲嘅，即係我知道音樂院嗰邊而家都有啲關於戲劇啊，即係 theatre 嘅嘢。我個年代係完全冇，係啊，所以係咯。我係冇啊！我係基本上冇人教過我 theatre 嘅音樂㗎喺香港就。咁但係你頭先講喺即係識沙磚，譬如阿超啊、達明啊，其實你係喺即係連學校入邊就冇唔識佢哋㗎，係喺 CCDC 識佢哋嘅。但係其實佢當年其實都喺學校。都係校啊！即係其實好熟面口㗎，即係尤其是成日留學校嗰啲啊，鄭以差啊，我記得佢個樣㗎。咁陳麗珠嗰啲咧，成樓校啲咧成日見嘅。咁當然有啲好少見嘅，其實喺同學仔係原來係 APA 㗎咁啊，即係後嚟不如先知。咁但係當年其實識㗎，即係都知道打招呼啊咁啊，因為佢 locker 就喺我哋啲課室門口，咁我哋都識。咁入咗台之後，所以好快大家已經成為好朋友，即係喺一講嘅時哦咁大家就係咁咯。咁但係頭先講點樣由作曲又變咗去音響設計嘅咧？點解會走咗去即係有一個 terms，定係中間係有啲咩嘅變化嘅咧？其實冇變化㗎，其實有即係有一個最重要嘅情況就係咧，因為其實我都搞得耐啦，咁所以咧我頭先講啦，我頭嗰10年咧其實得作嘅，即係好多都作嘅，即係第一個嘅我第一個做嘅流沙園舞劇啊、逍遙遊啊、海風嗰啲咧。基本上係全作添，即係未去美國之前嗰啲基本上係全作嘅。咁係咯，即係90分鐘音樂都照做。咁後期咧就越嚟越少，咁就少下咁咧。其實近呢幾年我已經好少再即係真係創作。原因好複雜，兩個原因即係大㗎啦。咁第一個就係年紀越大咧，花嗰個作曲嗰個精力咧，其實
會越嚟越多，即係唔好話淨係作曲。其實譬如我哋而家做生意嘥唔作啦，淨係揾音樂啊或者做啲設計咧，其實都比以前多，即係時間用嘅時間。即係譬如以前用100鐘頭做一個 job 嘅，而家咧可能有成400鐘頭。咁同埋我有個錄音室仔啦，咁基本上咧有咗仲麻煩。咁而家變咗500啦，即係變咗每一範嘢咧就越搞越複雜。咁所以基本上就其實我諗我都唔會afford得起時間，即係作嘅啊。第二嗰個問題咧就係、其實係資源上嘅，因為其實咧由我即係啱即係畢業之後做到而家咧，其實音響設計嗰個費用咧其實係冇乜點大升過嘅嚇，你明啊？咁變咗咧，其實如果我用翻全作嗰個咧，其實我1年只可以做好少嘅 job，可能1、2個啊或者3個咁啊，基本上有啲問題，有啲問題嚇，咁啊所以就應該唔得啦。即係譬如錢我諗唔可以再多好多啦。咁但係我時間都用得好多咁，同埋就另外其中有一個原因嘅就係第三原因就係、其實香港發覺近來好多創作咧，其實未必一定需要即係創作嘅，創作純粹係一個即係導演上嘅一個諗法嚟嘅，諗法至少我呢個音樂係tailor make 嘅咁啊。咁其實你同你買一件衫一樣嘅，即係你 tailor make 一件衫咧，唔表示你喺即係大公司或者係喺啲鋪頭買嘅現成嘅衫好，即係你唔好話 tailor make 嘅衫一定好㗎啦，唔使諗啊咁啊。咁但係當然好多導演都係希望件衫係 tailor make 嘅，獨一無二就嚇呢個就係佢哋個係咯，即係呢三個原因就主要我由開始即係作曲一路褪嚇，即係少咗。其實我唔排除我會再作嘅，咁但係睇機會睇機緣啦，睇機緣係啊咁啊係咯。如果有好嘅題材或者時間資源，可能我都會再做下嘅。我諗我會做得好啲啩。咁但係譬如嗰個 title，即係以前都係佢都叫作曲，咁係由幾時開始你個 title 變咗音響設計地變咗第二個咧？以前咧好特別喎，如果你睇翻以前咧，其實我以前係作曲嘅啫，咁後來好似係作曲音樂，咁好似後來你變咗音樂音響咁樣，跟住又音響設計咁樣，跟住音樂及音響設計，總之就一路慢慢即係慢慢蛻變嘅，就唔係一次過突然之間我某年某月我就改咗自己就唔作曲啦嘅音響設計。其實同埋都唔係我改嘅，係陸陸續續嗰啲producer 佢自己改下咁啊，幾有趣。其實你問啲問題幾有趣，我都唔知道佢哋會幾時，應該都係咁樣講。其實我諗而家好多 producer 倒轉咧，其實嗰啲問題唔係淨係我㗎。我諗你好少 producer 夠膽喺自己嘅場刊寫作曲㗎啦，因為基本上其實而家一年咧，我諗真係作曲人咧係好少，有為 theatre 作曲跳舞仲會多啲。我諗為 drama 作曲人少之又少啊！如果你睇翻場刊嘅，我諗只有大團啊先afford得起。如果你見到細團話作曲嘅咧，一定要支持下咁但係當年就唔係嘅，當年沙磚上基本上全部都係作曲嘅，其實就咁，但係當年就係咁咯因為當年唔會好少揾音樂。我諗時代，咁因為之前阿 Yan 都揾過，即係舞台劇獎係由某一年先至。2000年起第9屆香港舞台劇獎先至有最佳音響設計。唔係。其實咧，我第一屆已經提名到而家㗎啦。咁咧，你第一屆咧，你發覺睇過咧，原來我有一個係客鄉陶情緣。係呢個係最佳創作。係啊，冇錯，睇咩名嗰年幾多？創作音樂。係啊，冇錯，嗱，連劇協都改咗啦。以前叫做最佳創作音樂㗎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越搞就係而家都變咗有好多嘅咩作曲作詞啊，佢哋自己都蛻變緊啦，喺度變緊啦，係啊。係第一屆，即係第一屆，我嗰時就應該客鄉陶情緣，係提名咯，係第一屆，應該係999。創作頭先講。咁2000年打後啦，咁就最佳音響設計。係啊。由一個創作變咗。但係佢嗰度都有創作㗎嘛，即係多咗一個獎，係啦，多一個獎，係啊。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咦，係咪其實就嗰陣時開始係多咗呢一啲嘅所謂音響設計，定係點解咧？我就冇 exactly 嗰陣時劇協嗰陣時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咁問咧，其實都即係講咗頭先我個問題啦，就係基本上以前打開場刊咧，喺嗰個即係1980幾年個年代咧，係全部都作曲嘅，只有作曲音樂創作就應該冇音響設計，因為設計個風聲唔算設計，設計個浪聲唔算設計，雀仔又唔設計，
咁所以嗰樣嘢咧，其實係我諗係exactly 我反而唔知萬劇協，咁但係應該2000年到或者97年之後咧，就開始陸續咧就發覺呢個問題，雙成嘅，即係互相有啲就係話有咗即係三 design 先，咁然後一路慢慢轉，咁作曲個少咗，咁於是後來佢哋就係咯會有個咁嘅獎嚇。其實佢講呢件事就 exactly 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即係以前係全作曲嘅，應該以前冇音響設計。咁係佢哋唔知點解，佢哋都發現咗咯。咁於是咧就可能97啊、2000年度咧就開始有呢啲名轉，而家仲多，好似有埋音樂劇啊咁仲多啲。咁呢一個其實係咪都係同個科技有關嘅咧？即係講即係音響設計就講緊可能啲喇叭我知啊，即係可能你都係講少少。其實 exactly 即係如果你話而家你 APA 你都有教，即係 sound design 嘅嘢，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其實又係一啲即係兩邊唔同嘅嘢嚟嘅，因為基本上咧，其實而家大部分演藝同學仔咧有作曲嘅，咁但係咧大部分同學仔嗰個設計嗰樣嘢咧，其實都係做即係音樂同埋音響設計咧。咁我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而家嘅科技咧，即係好似阿 William 話齋咧，就係越嚟越複雜，尤其是而家有咗電腦之後咧，基本上咧其實又係相輔相成。因為譬如話，而家都唔係淨係嗰個嗰個即係演有冇講啊？應該 designer 話要用電腦，而係導演咧。近年我發覺咧，有好多戲咧，如果冇電腦咧，基本上已經批唔到，即係唔可以再演出啦。因為佢哋要求得好仔細到咧，有時會唔合理嘅。即係以前我發現我哋會做咗條聲 Q， 即係我哋好多年代。咁啊有幾個 effect 演員會就，而家係唔會嘅。而家係將一個聲 Q 拆開做5 Q 咁，然後等 DSM 即係到時撳，係你明唔明？所以基本上佢哋唔會接受預先即係設計嘅時間，大部分咧都係一啲要現場嘅睇 DSM 嚟撳嘅生意 effect。咁所以嗰樣嘢咧，佢哋如果冇呢樣嘢咧，其實已經即係設計唔到喎。即係你明唔明啊？根本上唔可能㗎啦！我開始懷疑，即係譬如用有嘅，我記得有一年有學生都試過用翻即係即係簡單 open view 啊咁嚟做，咁但係就結果梗係導演好唔中意啦嚇，因為同埋而家個導演尤其係新進嘅導演咧，佢哋對聲音嘅要求咧已經唔同我哋個年代㗎啦。佢哋基本上好似電影嘅，即係佢哋基本上有啲譬如近期我哋睇一啲戲咧，你發覺佢由頭到尾咧係從來冇離開過聲音嘅，就算好細聲都好咧，佢哋都有音樂喺下邊墊住啊！咁呢啲戲咧，通常每5個都有1個或10個有一個係咁樣嘅，你發覺佢好細聲嚇，咁即係墊住，因為基本上佢哋唔使錄過噶嘛，即係不停咁 loop 就得㗎啦嚇，即係總之個 Q loop 到夠鐘講完嗰段嘢就飛 out，第二飛入。我哋年代唔係嘅，死都唔制，因為嗰陣時我哋如果到30分鐘咧，我哋錄個30分鐘嘅雀仔聲喺度，你即係死梗。Open View 年代咧係基本上而家唔會嘅，咁但係亦都方便咗啦，所以大部分現代嘅而家嘅導演咧好複雜，佢哋嗰啲 Q 咧100幾 Q 都有，200 Q 都有，好得人驚，即係一個 show 入邊有咁多，咁所以其實走咗去嗰個即係科技嗰度科技嗰度真正 sound design 嘅concept 嘅嘢咧，其實越嚟越少。我近年睇演出咧，我發覺越嚟越少，咁呢個都唔知啊。但係科技呢個其實你即係做咗咁多年啦，做咗幾多年啦？其實就即係講緊18年啦，8至9、25年啦，差唔多。咁呢25年頭先你講到係電腦或者 Open View，其實中間有個過程，其實你睇到啲咩係？你最初係咪都係真係 Open View？係啊 ，Open View。我記得前個包括頭先我講嗰個中英嗰兩個阿達明嗰個下一途情緣啊，書兩件情。同埋阿古天樂嗰個伴我同行都 Open View嚟嘅，我記得嚇。最特別嘅係咧，其實好奇怪喎，我反而去完美國翻嚟之後咧，有 Open View 就唔興咗咯喎，就開始轉 MD 咯喎嚇。MD 唔知而家可能有啲即係有啲人都仲有啊，咁但係都有趣。咁咧其實由我翻嚟之後去到 MD， 由 MD 咧到而家用電腦咧，其實整個時代我都喺度。即係而家我最近執屋咧，即係發現咗原來我有幾個廠商嘅 MD 嘅大件事啊，都唔知點搞，即係有啲 master 全部係 MD 嚟嘅。咁啊，梗係想轉個電腦啦，但係都唔知有冇乜時間啦。總之，但係問題，原來我整個 MD 時代咧，就係呢20年嘅嘢，幾有趣。因為好唔同㗎，原來科技係嗰個依賴啊，即係阿 William 剪片嘅都會明白。如果嗰陣時剪8米厘啊、16米厘咧，你哋唔會咁搞嘅。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嗰時就係好似 Open Music 就係咁，我錄咗一個就係個 effect 咁啊，哇雀仔聲係咁易好啦啩？你唔係話30分鐘雀仔聲，我寫俾你睇，你明唔明啊？咁基本上唔會，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冇 budget 嘅，即係自由嘅，你基本上啲 RAM 唔值錢嘅，咁基本上你要搞幾長，你要 loop 幾耐，亦都嗰樣嘢咧改變咗好多個 concept。因為嗰樣嘢就係你哋覺得有雀仔聲先好，咁成個先轉住佢咯。但係以前唔會嘅，以前咧響完雀仔聲之後咧就即刻飛歐嘅，因為餅帶就嚟完啦。如果嗰 Q 唔夠長，大件事咯，要翻去劇團啦。因為我屋企冇 Open Mill，再借 Open Mill 咧喺 DAT 度再整一個5分鐘嘅嘢，仲要攞鉸剪剪嘅，咁啊剪多一條咁樣先至可以俾到5分鐘嘅佢，咁啊真係攞命嚇。咁我諗所以我就講呢個過程咧，你都會估到，即係嗰個大家嗰個喺個美學觀念上咧會好唔同。咁相對嚟講就而家啲嘢咧會做得好仔細，咁但係咧由於仔細係需要好多時間喺入邊嘅。咁其實好多 designer 咧，其實都花咗好多時間咧喺嗰啲科技度咧。咁其實倒轉嚟講咧，其實佢哋已經久而久之，大家都好似唔需要諗嗰個背後嗰個美學觀念，呢個戲嘅美學觀念咧，其實係越嚟越少。近年比較少見，係咯。